若放咱吼，迄插花出在天啊，咱全世间1600年吼，伊真美一日，咱安尼一讲就好。所以足侪亲情吼，已经过身啊，即马吼讲去天堂吼，出去伊个天道。伊讲我来三工啊吼，我再搁转来甲亲戚朋友讲，我去天道。去三工转来讲，哦，那一个人拢无了了，是讲去倒位去啊？大家拢死了了。上加迄款四天王天吼，全世间50年啊，伊才一个一日。啊，三工吼150年啊，请问咱全世间人活到150岁，啊，佫加一个迄个亲情死去的迄个时间，哇，超过要到200岁，那佫有伫个无伫个啊？哦，所以这个六天啊，哦，就安尼，伊只甲做一讲，这个六天上加就是四天王天，哦，啊，佫去啊，第二加就是透理天，透理天就是咱咧讲33天啊，东西南北各8天，啊，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天，啊，大概都33天。叫做透理天，哦，啊，多伫个西密山的山顶，四天王天哦，伫西密山的山了，啊，这叫做这两个天叫做第7天，啊，咱全世间吼100年啊，透理天一暝一日，这透理天吼一暝一日，咱世间多差，所以你若去一个吼，干去看家己啊，做倒转来，所有人无了了。了了，无人活到超过100岁。啊，佫去吼，就夜魔天啊，哦，迄个空虚天、大气天、大咧分天。咱全世间吼，伊吼倍数成长，50、100，个200，哦，200。夜魔天吼，咱全世间200年，夜魔天一暝一日。啊，佫去吼多帅天，多帅天就较熟悉啦。咱老祖师吼进行伫遐一个讲经说哦，有来医有外医，来医吼就是菩萨，啊外医就是众生，哦，伫遐一个讲经说法。啊，咱全世间400年哦，伊一暝一日，哦，多帅天，啊佫去吼就变化天，快乐的乐，就变化天。咱全世间吼800年，伊一暝一日，啊上悬的啊，吼，咱6欲天上悬的，叫做他化自在天。你有他的他，变化的话，他化自在天。咱全世间呢1600年，一暝一日，所以咱若去遐一暝一日哦，全世间已经经过1600年。所以吼，咱若咧讲学习这点也诚紧，10天哦，几年啊，1万6千几，啊若100天咧，就12万。愈悬吼，愈悬的天啊，这是咱6欲天哦，佫去吼有迄个色界。色界吼，你看，幻众天、幻五天、大幻天，哦，色界，迄个较富啦，哦，迄一个神拢几万年啊，哦，迄个较富，啊个吼个理想，哦，观音天，你看咱头拢去观音天对无？哦，我来的时阵吼，拢会飞，啊嘛免食，用念头做事业啦，咱才讲过迄个阿含经啊，哦，迄就是观音天，哦，色界的第二场，所以吼，咱就是爱了解吼，有伫咧讲无量的无情体验，咱众生袂时间吼苦啦，啊若分已经较分的，因为吼，按一个西落去讲。
已经经过8万年啊，这个城啊，咱全世间安尼坐一个城，这就是马头前点点有已经经过8万年。不可想象毋是咱的一款大家想得到，所以咱就来家己努力努力修道，然后回归本位，咱会使呢去甲无量的有世界，无量无边的有世界咱拢会当去佚佗，去度化众生，一切地拢有这众生，咱拢会使去度。咱若无修持专心无修静，无成分的，咱拢叫业，搁杀来全世间受苦。靠业甲咱杀来全世间，搁有形象，就爱拖磨，甲形象无去，无去若搁有业，搁杀人。所以我咧单位迄上理叫做啥？过心，搁过一个心啦。咱即摆人的心做了若歹，过心过到为前生的心，搁歹过心对第六心，为落归心，安尼。即摆做了好过心过到为天道的心，迄个叫咩话？养心。古时了有做伊讲伫天道拢骄傲，拢人咧甲拜。迄种骄傲，所以伊的气数若高拢走去三恶道去，恁做就无拢地支五运气迄个骄傲无法度做领导，第三恶道。较好的畜生道，所以天顶咧飞迄种真骄傲。过来讲王守陆游讲完讲王守。王守厉害拢甲伊消失掉，拢无对台全部拢无对台，已经呢全部呢都是专一的。无能无守，能守王守就是甲迄个守王掉所以这个王守就是伫个咱拄则讲的迄个守真常，气生昧，守真常就是王守了。这个守就是生昧，守就是生昧。能守都是对待都是生命。那我们呢，把这个生命全部都消失掉，然后呢走入真常，守真常。历代咧修持呢这个有做拢鼓励讲，开始的时阵当然就爱伫个。安尼真清净真迄个无搅了迄款所在，敢若迄款景象，或者阿兰若就是伫个真清净的所在伫遐修持，迄是咧坚定咱家己对不生不灭的迄个信心，所以迄个时阵咧拢独立无二的莫有边人搅了迄就拢较适合。所以一般来全世间出世以后伊若安尼真独立伊会成真独立性，真无爱嘈杂，迄个拢每世拢有修有修持来的。就这个现象，若爱安尼真热烈，安尼真爱安尼人济意外，那一种迄个情的善根就较无够。
咱伫个这个修持的过程，咱家己自己若安尼啊，咱家己若感觉讲时间对伊有成也无真十足的信心的时阵咧，家己较静静啊，莫甲人插杂，不用的到那个热闹的场合去，自己比较谦静一点修持。当你的功夫已经够了，可以了，你就要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呢，要随顺众生看伊爱安那你就爱顺伊的用迄个四摄法布施，然后呢爱语，讲伊爱听一寡话，然后力行互伊呢会当做一寡利益众生的代志，然后同时爱伊呢同事爱甲共迄个立场做代志，安尼来就可以度化他。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呢没有我相，没有我的存在。修道呢很重要，咱拢这个我相很强，你若读一条拢抗议，这款人歹修的，因为偶像很强。都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款人伊就是迄个我很强。咱修道爱把这个我相泯灭掉，消灭我相，然后消灭法相。法相也没有，我相也没有，人我都没有，没有那个你有他的分别，然后也没有这个法，已经无法可修，安尼就成就。就可以进入圣贤的行列。所以咱伫个日常生活内底点点滴滴都要在心头，点滴也在心头，所以要入流往守，把那个对待的都全部叫它消失掉，不要有这个对待。从入流就容易做到往守。那假如说入流都不做，这个往守就很困难。所以都连带下来，最重要的功夫就是在这个四个字：入流往守。也当我咱成就嘛，这四个字：入流往守。守跟入积极，这个往守的守跟入流的入，守跟入已经到达极了，已经都成就了，有功夫了，积极了。这个时候呢，动静二相完成的那个对待，动静二相，动跟静两边的因为那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修持这个完成，因为听那个海浪那个声音这个一涨潮的时候有听到声音很大，可是一退潮的时候就静悄悄。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管是这个浪潮来了我们听到声音，浪潮退了静悄悄，这两个一个动一个静，那这两个动静二相。这两个形象，动的跟静的这两个形象，所以先生，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听到声音了，我们都讲，有听到了，现在呢已经全部静悄悄了，没有听到了，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声音是听到静悄悄也是听到，大家知道吗？所以那个静悄悄的叫静有声音叫动动静二相这两个动静两个形象，我们了然，就是透彻的知道，它已经不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不产生动，不产生静。这样知道意思吗？功夫呢，这个就是功夫
不管是动，不管是静，我们的佛性它都常住了，常住。声音有生灭，我们佛性没有生灭，所以不管是声音有了，不管声音没有了，我们佛性呢都常住，都一直在听，一直拢伫咧，听到声音，听到静悄悄，佛性也没有变化，有变化的是声音，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还有感悟已经有感悟出来听到全世间的声音，有声音，听到静悄悄，感官拢是安尼一些，已经进入到佛性已经把佛性启发，呈现的佛性的启发呈现出来，所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都已经没有在我们这个心中产生。这个已经功夫蛮不错啊，可是不要偏执啊，所以才讲说如是，然后见真，已经真好啦，这个功夫真好啦，已经到动静二相都了然，都不生了，这个很好的功夫，可是不要偏执，一定还要继续精进，所以如是啊，见真。渐渐的又增加，就是精进啊，将都得精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闻跟手闻，闻就是我们的闻性，然后手闻就是动静，动静就是手闻，你闻到动有声音，闻到静没有声音，这个是手闻。然后能闻的我跟手闻的动静都静，这个就功夫了，就是把能闻跟手闻整个都融入我们佛性。那么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功夫呢，或者跟各位讲。说不以所见分别来见，但以能见讨个消息。那我们是用耳根的话呢，不以所闻分别来见，染就是我们感染染到凡尘的染，见就是清净的见。不要在所闻去分别说，我听到什么，我听到什么。但你能闻，谁听到？这个听到的是谁？讨个消息。这个讨个消息就是对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去认识它。是一个能闻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知影无？不以所闻，分别来见。就是我们听到这车声啦，这人声啦，这什么声不要去分别。但你能闻，我们能听到的，能听到的是谁？那个能听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但你能闻讨个消息，那个能闻就很重要。那么到这边呢，闻所闻境就是能闻的跟手闻的已经全部融成一体，没有能闻的那个闻就是能闻，手闻能闻跟手闻已经尽了，没有能闻，没有手闻，已经合成一体。你听有无？真正的功夫我们把能闻跟手闻已经都合成一体，没有手闻，没有能闻，就是一体。那这一体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闻手闻记，然后记闻不住，这个记闻已经很棒了。
可是哦，能放不要住，一住了哦，就变执着法相。了解意思吗？好，有较急，没关系，就是要学哦，要进入了这个状况哦，能够呢，我们能够进入的哦，一定呢会有功呈现哦，我们这个佛性啊，整个都会出来，因为我们都在用心的整个都会出来哦，进闻已经很好了。已经闻都尽了就是已经没有能闻，没有所闻，已经尽了。这一个你假如说那个非常好，很好，那个变成法爱，对这个法很喜欢叫做法爱。那法爱一样，就是法慈，这了解意思吗？这就好诶，这境就好诶，按照这个法慈你对这个法很喜欢。就法慈。那所以不住，就是很好的这个境界它还要不住，不能住。那不能住就剩下一个觉，这个觉就是能觉，能觉，然后呢跟手觉，空，就进入空。所以或者在这边讲。快一点，为什么？这个蛮深又蛮细腻咱听无的时阵我听得拖过。然后空跟觉这个空跟觉，它是极远因为我们讲到后面会再缓到前面来讲安尼意思较容易知影。无即马遮已经到真宽的程度了，已经到蛮高的程度了，到空觉极远了，空跟手空，能空跟手空昧，就全部进入了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所有的生昧、寂昧极昧就现前，那个极昧就是我们湛然常寂的真心佛性，那个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现前的，这样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已经超出那个出世间，已经超出世间十方圆明已经整个都进入到佛境，佛的境界很高了然后获二殊胜，得到两个殊胜，一个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已经跟十方的诸佛本妙结心相合了，与佛如来同一实力，跟佛如来一样有那个慈悲的力量。然后下合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上合十方之佛，下合六道众生所以都同体心佛众生都同体。跟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跟这个众生同一杯这个众生都是在受苦希望拔苦，那跟众生一样，就是施无畏让那个众生能够脱离那个苦所以都这个心佛众生都是相同。那么此题这个观世音菩萨自己细述修正的过程。那底下就开始解说了那个注解一个注解就是解说说出于文中开始修持就是利用耳根。那么耳根对着声尘，第一层接触就是属于听咱考试上就是听。第二层就是属于闻，闻就是加入我们的心意识，心意识就是闻，听到声音的加入我们的心意就是闻，这个就属于第二层。那我们平常那个讲那个心意识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
意就是末那第七呀，然后识就是第六，心意识，第八、第七、第六，心意识。那佛教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因为这个都害我们。那我们不要用，把心意识去掉了，我们的真知才呈现的。所以所有的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那个就叫正念。正念就是我们本来佛性里面的东西，正念。那正念就叫佛知佛见。那个正念要我们自己努力，它才会呈现的。一定会当来啦，一定要跟你拍拼，阿拉拍拼，把咱所有的妄念去掉以后都没有念了，那个就是正念。那个正念就是咱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10000年前是这个，10000年后也是这个，所以一定要把它启发出来。害怕，它绝对也出来。出来我们就会很高兴。那么第三层稳性即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刚才都有讲就是我们那个第三层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都呈现。而我们生活大部分都是用第二层的闻咱这些生活内底都有那个闻都是从闻根尘相对。就是咱的眼根，然后跟色尘，耳根跟声尘、根尘相对。根尘相对那个产生好恶、喜欢讨厌，就产生了。我们一看到、一听到了、闻到了，你若闻到香真好，你若闻到臭，真歹对不？产生了，就产生出一些情绪。那佛跟我们讲，我们产生情绪了，有这个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我们就有取舍的心了。你在取舍的时候，这个动作就叫业因形成。所以不能有取舍。或者还强调说，事来则业，事去则见，完全跟天地之道相契合。那个跟天地的道一样，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这个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刚好的角度去做，过了就抛开。这样就是天地在做，天地也是这样，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都这样在运转。那我们按照这样去做的话，都没有业，都不造业。可是只要落入我们情绪喜欢讨厌取舍就业我们都说我都做好事呢，那不报也是一样业，那个叫福业、善业。做不对呢，那就恶业。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有这一些情绪不要落入情绪，不要有喜欢讨厌。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各位都已经生活的习惯了，哪会不喜欢不讨厌？一样我每天生活都在喜欢讨厌之中我们都是那样子很习性的啦。要我们说真正的到达，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那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姐姐努力起来真的够我们努力的。我们很容易就喜欢，很容易就讨厌。那你不落入情绪，不喜欢不讨厌，那个慈悲对真理透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去达到。那我们一定要达到，为什么？你就把它记得，没有我，为什么？10000年前我都存在了，10000年后我也存在，哪有10000年前哪有这个？没有10000年后哪有这个？有吗？没有。所以这个就不要管它了。这个喜欢，这个讨厌，你就不要管它，懂吗？对呀，这个喜欢，这个讨厌，这个都是形象，形象都是假的我们那个佛心
前就在了，1万年后也在，不生不灭啊。那这个生灭的东西，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不生不灭的东西都不在意，生灭的东西就不在意，难怪我们颠倒。造业啊，我们造业还很高兴，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根尘相对的，我们就产生情绪，情绪产生了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我们要求解脱了，要自己，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了解真理，然后你不要落入情绪，不造业，解脱了，这些都在给人搞嘞。所以我们要努力，然后呢，这个产生好恶以后啊，就连接行为，就一定喜欢想拥有，这个讨厌就排斥，在呢这个拥有排斥之间啊，那个业因啊就形成，不自觉知啊，我们都不知不觉，唔知样，做到唔知样，已经习性了。或者就想跟各位讲，会开车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手排档，你刚开始在学的时候都要一直在大脑里面，开始打油气，然后排一档，然后这个油气慢慢换，然后加油，然后就走了，车子就会走了，然后在大脑里面告诉说，走了以后就要踩油气排2档，是不是这样？当你都已经都会有习惯了以后，你在马路上跑啊，问你说你按那跑一个4档按那排个5档，你在你开手排档习惯的人啊，你问他说你怎么从1档开到这个最高档，你在怎么来的那个都变成习惯性动作，有那个速度你自然就会换挡。自然而然都不用经过大脑，自然而然就这样完成。所以我们也把我们佛性用到自然而然。只要你一段时间受苦一段时间，它一定会进入习惯，习性就没有了，排除掉，佛性在当下。佛性当下很自然。不是就很好了吗？都不造业，脱离苦海了啦。现在很多都是那个自动排档，其实自动排档你也可以感受它在换，它都会顿，换挡的时候都会顿结，你就知道它换挡，也是一样。都有在换挡，速度一够了它就自动换挡，那个比较耗油，那个自动排挡车比较耗油，手排挡比较有力道，所以我们到达不自觉知的时候就以前我们时常说的啦，说小心你的思想，那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然后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你看严老的，很严老的，他带有空希望他接着空可是这个很好用你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那你思想就促成你行为，你行为就养成习惯，习惯就形成我们品格造就命运，就整个命运都是陷入，整个命运就回归到1万年前的轨道来。所以我们就要用大目标。这个佛菩萨他说从我的身上来灭我相很困难，然后佛就教我们观整个众生，
完整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也是众生的一员，跟众生是一样的，众生的一员啦。那这样来要灭这个我相，就比较容易，不会从我的此观去灭我相，从我的此观去灭我相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修持越久然后修持它的那个道和越高的时候，那个偶像就越消失了，没有偶像，它整个融入整个大地，整个融入整个天地之中就变成一体，所以没有偶像，不会为了这个我都在为我打算。不会，所以我们就从大方向，1万年前这个我存在，1万年后这个我存在，现在这个我不在，保证不在，还在不在？1万年前也不在，1万年后也不在，现在暂时存在，对吧？对呀，暂时存在啊。所以我们不要被它左右了，不要被它影响，要把那个真我启发出来。岁次呢，造业受报，因为我们产生好恶以后不是觉知的，所以岁次，若能回光返照，觉知的本性。从本性之中悟明本有的佛性，能够回光返照，就是刚才讲那个路流，那个就是回光返照。那我们那个觉知的本性，那个本性，从本性之中，我们来领悟了解明了本有的佛性，我们本来就有，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来就有，然后依故而起思修，这个稳思修就是3会，稳会、思会、修会，稳思修，能够听到了，那个叫智慧，稳会，然后我们听到以后要去思去想，去做。思修，稳思修，依悟而起思修。我们领悟的，然后真正的开始做，而正入离体。只要我们很努力做，就可以正入，可以把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整个都呈现，可以正入。那么本有佛性是正因，那个就是我们成佛的正因。然后悟彻，我们悟透了，彻底的，这个叫了因。思修始以眼因，眼因有正因，然后有了因，然后有眼因，3因记住了，这个3个因记住了。得入佛的知见，我们就可以进入佛的知见。所以这个佛的知见不是外面是我们自现佛。佛的知见是我们自现佛，我们自己就是佛了。那个知见都是我们自己的，可以得入这个现之知见。那么从根中本觉妙理起如幻始觉妙智因为怕我们住相，所以加2个如幻。如幻就是幻灯幻相，因为有如幻，所以我们就不会住相。如幻的始觉，开始觉悟的这个妙智。妙智始觉妙智就是般若，般若从我们佛性出来，不是我们肉入完全学的，
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的那个都是聪明，那个不是般若，般若是本性所具备的。我们只要把凡尘的这个所有知见都去掉，般若才会出来。老子也说彼此贤难，能无痴乎？都把洗涤干净我们所学到的、看到的、知道的，全部都洗掉。洗掉了以后般若就出来了。我们努力学就是学自性的般若。般若越运用，它就越能够启发，越进入妙的程度，奥妙。有一个法师光讲这个妙就讲90天，90天讲一个字妙，讲这个妙。因为妙很难讲，我们有粗理，有细理，有微理，有玄理，有妙理，那个妙没办法那么以智来造理，智就是妙智，始觉妙智；理就是本觉妙理。那个本觉妙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用我们的始觉妙智来这个造本觉妙理，稳心稳修。我们就稳心稳修，可以大觉。在稳心稳修之中就是我们的能闻跟所闻合成一体，这个叫做稳心稳修。已经合成一体了，它就可以大觉。就跟大学整个宇宙虚空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能够合为一体，就入流王手了。所以入流王手就有这么多的那个功效。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记得这4个字：入流王手。入流造现，出流演成跟完成攀流。所以我们要入流，不要这个出流，然后王手，把那个对立的、对待的全部都消失，都没有相对待的。那么入流即是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把外放的精神全部都收回来。我们常见那个寺庙的匾额写的回头是岸，就是入流，一回头就达到清净的彼岸。这个回头是无形的注意力那个注意力就是回头，不是在叫那个流氓叫他回头是岸，是讲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只要回头了，只要把注意力收回来了，都到达清净的彼岸，是这个意思。以为我们刚看到的时候，以为说牵那个流氓要洗他这一要回头是岸。原来它的含义就是我们众生都出流演成所以要回头是岸。回头了已经入流了，就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到达了，已经到了到达清净的彼岸。只要我们回头回光返照，那么一即是背尘合觉我们跟凡尘这个相违背的，把凡尘放到背后，跟觉性合在一起。那么出流就跟凡尘攀岩跟凡尘攀岩就是出流。入流就照见本性照见我们的佛性，那么即可解脱烦恼。我们照见本性就可以解脱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是从形象来那我们已经照见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照见了以后，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烦恼，有形象才有烦恼。
各位先生，是不是烦恼都从形象来？没有形象就没有烦恼。所以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这个烦恼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我佛性跑出来的。自己生出烦恼来烦恼。所以呢，入流照见本性呢，可以解脱烦恼。王守呢，即是弃诸生灭，也就是王尘之意把凡尘都消失了，所有生灭所有凡尘都没有，就是没有对待的，所有都没有，那个叫王守。放下呢又放下，我们能够放下的就放下。我们现在众生都会讲放下放下可是那个是嘴巴而已在行为上并没有实际的放下。讲唔免计较我这样做的代志计较啦，那个只有嘴巴在说啦，说边计较边计较，真正的遇到的事情呢，都斤斤计较，所以那个就是没有这个言行相顾那么最后呢，放不下的就是觉知之性我们放下又放下，一直万年都放下。一直放到最后呢，就剩一个觉那个觉知之性那个觉知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所入细极，往所跟入流已经到达了极已经呢都有功夫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手跟入往手跟入流动静全部都记明，已经明灭了没有能手也没有出入，也没有动静已经都没有了，记明了，全部都消灭了这样呢就已经都回归到无极了，回到无极回到我们本性回来。那么如是呢，渐增渐渐的又努力闻所闻记呢，说如是已能离尘，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离开凡尘了。需要呢这个加工渐进不能说这样就停下来。能闻所闻记，这个情我们凡尘尘气不言。根呢就没有所我，没有我相了，没有对待了根呢就没有对待没有能受所受，根尘呢既消，事性呢这个无从生我们那个事怎么认识的这个产生不出来。到这个地步尘亡，尘已经亡了。根呢已经尽了，事已经明了，很理想的状态各位先生，这个都是功夫做出来呢要成完，完成的事都已经完了，都放到背后了，背成不会把它呢搁在心上。然后根尽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根尽了那个根已经尽了。然后树明我们认识那个事都已经泯灭了，没有这个功夫呢，真的进入圣贤了。静闻不住觉所觉空，能闻跟所闻寂静根尘双明之境六用不行。这个六用就是六根六根已经它已经不行了，不会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呢吃，身体这个感觉触摸不会这样。然后意念想象都没有。那么唯余一解，剩下的就是我们那个觉性。那么若至此境呢但得我空，未得法空断离这个境已经真好了有功夫了已经很高了这个功夫都呈现。可是呢，只有得到我空我相已经空了，可是那个法
为得呢那个法空，需加工用行，还要呢这个努力加工来用行。那么静观呢稳性，就是走入我们那个本觉之性，用那个始觉智关照呢这个本觉理，那个稳性呢就是本觉理。那么此时根尘已通，站立无边之境现前，因为根跟尘已经脱离了，不在我们的心胸之中。剩下呢那个湛一、湛然都是一，那个无边无量的那个境已经呈现在眼前，故言觉，就剩下一个觉，觉非常宽广。此境之智所觉，这个能觉跟所觉，那么所觉呢就是湛一之境，然后呢，我们能够照到这个所觉那个就是智，此觉智，那么静闻若住则静智恒对，这个静跟智它会互相对待，微细的能守乃存，那个很微细到这个境界已经很好了，可是呢，那个能守还存在着，故需这个能觉之智，以所觉之境要空，能觉的那个智，就始觉智跟所觉的那个境，那个境已经呢，这个奥妙，很微妙，所以很多拢去住伫这个境内底，拢会讲伊看到什么境，什么境，这个境，这个境拢真奥妙的境，而且非常多，很奥妙的景象，都可以看到的奥妙的境，只要我们努力修都有，不要住，一住了以后就进不了了，要更进步，进入到空，空呢就是泯然无物对待，已经呢全部都泯了消泯，然后呢都没有对待，没有相对待。那么需特别注意此能觉之智实以般若，那个能觉，那个实以般若，若令习是一个般若智慧，不肯忘舍，即是一种呢爱智的法爱，微细的法执就是法执，非常好的，已经修得很好的这个程度了，可是呢还有一点点那个微细的法执，那么有法执也是结怕感，必当呢去除，嘛得爱把它去除掉。到达空觉极远，空跟觉已经很圆融圆满了。那么空守空昧层层遣除一层一层都把它遣除，都不能住。若令习空理，这个空理已经很棒了。即是呢爱理的法爱，还需放舍，加工用行，入流造性，一样用那个入流造性的功夫，一直这样前进。那么参就空而走一空它是挖克相就而其之就到极点，原来空都无所依然后到极点了，以求圆满的空性。圆满的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圆满的空性。那么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个生灭就是完成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了没有了，然后寂灭就现前了，这个寂灭就是佛的境界了，生灭及所有的觉所有的觉完成的所有对待的都是生灭，所有觉都打开了。那么寂灭就是观智还原，生灭寂灭就是我们的观智
哦，那个般若已经回归到本体原呢，就是本来，哦，恢复到本来，一切生灭啊，悉皆灭，哦，更无可灭，已经没有哦，再可以灭的时候了。这个狂心已歇呀，歇即菩提。所以我们那个狂心若歇呀，歇呢就是菩提。妄穷啊，深入，那个妄啊已经穷了，没有了，已经没有妄了。它真呢就显现，呈露出来了，妄穷真入，极昧真理啊现前，那个极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湛然常寂的佛性呢，整个都呈现在眼前。那么此即非动对动之极呀，乃是无始来本不动之极，无始以来呢，本来它都不动的，就是我们亿万年前、亿万年后都是一样的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灭不是呢对生的灭，乃是无始以来无生的灭，即是真心的前提，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的前提，极昧现前啊，是进入了三摩地，得正圆通啊，都已经呢证悟了，能够呢成就了。那么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这个世出呢就是出世间就已经呢离开这个凡尘的，难道世间就是凡尘？极正圆通体。发自在用，能够呢发挥呢这个自在用，超越来解脱无碍之意，超越就是呢解脱了，已经没有那个挂碍，没有障碍，那个意思。出世间呢就是三圣法，那么世间呢就是六法，就是我们六道，六道呢就是六法。三圣法，上圣、中圣、下圣，出世间也就是三圣法。那么十方严领或二殊胜，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十方，十方呢都严领，得到两个殊胜，妙明圆照法界。上合下同，就是呢，上合十方呢，这个知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然后二者下合六道呢，这个十方一切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上同下合，跟佛跟众生呢，都一样。这个呢。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所以我们了解证悟了以后还是一样走入呢真理世界就是一个无极。然后佛要闻思呢，这个菩萨这个见选25门呢修行方法，这个25门呢就是我们六根、六尘、六识3、6、18，然后再加7大。就是25，七大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七大，加起来就是25个法门你从哪一个法门修都可以然后呢，这个佛要闻思菩萨来见选，是25门的修行方法。哪个方法呢最适合阿难以及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适合阿难修跟适合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而文殊菩萨呢成佛的这个意旨而说具也，说觉海性成远，言成觉圆妙这个觉海我们的觉性如海，就是觉性非常宽广好像海是讲它的这个体大我们那个觉性这个体很大成藏不动，沿海万有，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如如不动，成淡不动。然后呢，严寒万有，天地呢这个万象全部都在我们佛性之中啊。所以严寒，寒则万有，万有呢都从佛性出来。树无底蕴啊，横无边仰。不管这个直的，不管横的，都没有一个边也，都没有边啊，无量无边。那么此即极而造，极就是本体，造呢就是随缘之用，有体呢有用，不变呢常随缘。那么第二句啊，圆成觉圆妙，觉海严寒万有，究竟呢成暂不动，就是呢即造而起。刚才呢是起而造，这个是造而起呀，那个随缘之用又回归到不变之体，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呢，就是因为这么奥妙，所以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是贯穿的亿万年，这样子的奥妙。随缘常不变，缘妙本来是妙，这个不造作，那个缘成觉缘妙，缘明呢造生熟，熟力这个造性王，缘明即自性功能本来是明，缘明，缘就是本来缘明。我们的佛性呢本来它呢就是很光明。佛的曾经比喻说我们的佛性呢是100千个日夜，一个日夜就这么光的它是100千个日夜，非常光明。然后呢，造生熟，熟力这个造性就往了熟，能熟一力有能熟就有对待我们呢佛性本来呢就很光明的，然后我们众生皆跳皆老。后面把佛性修我方面，结果这个有为一力的那个造性较无一样所以我们众生呢，这个唔知是搞跳还是功力，所以言明呢其自性的功能本来是明，不讲功用，不借的功不用。然后造呢，就是有为已经落入有为，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先透彻的了解真理，唔通安尼讲做就对串做串唔对啦，串做愈做也愈多，所以这个造生熟，造就是有为的功用，生熟就是生出能熟啦，就是生出这个能熟。万法呢都生出来了，本来没有能熟是一体的啦，它并这种对待，然后依此而生呢，即最初根本不觉，那个呢，独头生相无明，所以我们是一念无明这个叫做一念无明，然后生三系，境界为缘就长6出了，我们一念无明，但一通三波。我们性子世界在讲三波，就是这个了。这个生相无明，我们呢一念妄动，然后生三系，就是呢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我们真空不要毁灭空，毁灭空就是完空。真空不要完空，这个叫做业相，业相。然后呢，空为暗中，空为暗中叫做转向，业相转向，结案为色叫做现象，这个叫做一念无明生三系，很细这个是从无明，我们本来极昧，这样就极昧消失没有了，极昧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因为我们造生熟，有为功用。它生出能熟，它生出能熟来的对待，所以我们是最后一个才回到极昧然后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个先有的，就是呢独头生相，独头生相无女，守立啊，造性啊，那个守一立，能守一立了以后啊，我们那个造性本来佛性里面的那个光明啊，就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好像呢我们本来的佛性是自然光明的，然后我们一落入能守你记得加了就明了，你不记得加就暗了，就变成有对待，不是原来它是不用你落入有为，它都光明，都一体的。结果我们落入能守，你记得加明，加明，我们要加明在佛性上面，你记得加它就很明，你不记得加它就很暗，那就对待了啦，安尼是跳啊我也看到这个经典那个文殊菩萨这样一讲的时候，我讲咱大家嘛拢是讲见的他不信，虚我空明，不是都这样吗？我们都这样想结果这样错了。佛性不要你加，你一加了就变成对待，一对待了生灭，一生灭了我们就人为，所以爱情研究真理，先研究真理，唔单讲做就好，愈做也愈济，愈做愈轮回，一定要先知道真理，不能把佛性加明，一加上去就糟糕了。本具之明啊，已经丧失了，我们加上去啊，本来的光明就没有了。迷妄呢有虚空，依空呢立世界，迷妄了以后才有虚空，然后依这个空呢立世界，想成国土啊，妄想迷结成无情的国土，然后知觉乃众生啊，妄想知觉成有情的众生，然后空生大觉中呢，如海一欧花。这个空啊，就是玩空，在我们的大觉之中呢，好像海中的一窝，那个窝就是海泡，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海泡叫做窝，一窝花。你看一个咱住在这个世界是安尼一个海泡尔，一个海泡而已然后我们的大觉这么宽广咱的大觉性这么宽广，文殊菩萨这里讲安尼原来就是咱就是安尼拢唔知影，都不知道。我们的觉性这么宽广，大觉很宽广。然后我们这个世界依空立世界，这个世界是依空立的。然后这个空在我们的大觉性之中如海一欧蛙，好像海中的一个海泡。你看咱大世界讲一个海泡尔啦，咱拢就是讲真大嘞结果在我们觉性之中是很小的文殊菩萨一讲以后，才知道说我们觉性这么大，然后我们住的世界这么小。咱走在世界这样子，那么有漏为成果我们这个就是有漏，漏就是烦恼，咱这种有烦恼为成果，就是很多的国家拢跟它围成遐济，那么皆依空所生拢为这个空生出来，我们都从空然后生有，都是玩空所现。那么欧妹空本那个海鸥，海浪引起来的泡泡灭了，然后这个空玩空本来就没有，况不知三有，这个三有就是三界连这个世界都没有哪有这个三界？没有异界，没有色界，没有无色界，都没有归元性无二。我们回归到原就是本来，
回归到本来啊，我们那个佛性啊，都一样无二哦，就是一方便有功能啊，哦，要修的方便啊，有很多法门。圣性啊，无不通，就是我们去修持的话，哦，那个圣性啊，都可以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本体回来。哦，圣逆啊，皆方便，不管是圣修，不管是逆修，哦，都是方便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啊，假如说我们太顺了，我们在凡尘看积德有积啊，做工课就有地位，有社会地位，迄上天要甲咱考互倒，互咱无想要受到。所以我们要了解逆，咱做的拢袂顺，安尼拢安尼空空结结，迄就是要互咱讨厌环境，对环境讨厌。啊，你若环境讨厌，你才有想要离开这个环境。啊，你若有想要离开环境，才有法度成就。才有法度互你升仙做位。啊，你若贪恋方便，后钱贪过后地位，阁有遮济人好用。你看工厂大头家，毋是工人几啊千个、几啊万个，你讲伊敢想要受到？伊敢想讲要离开这个凡世间？毋通啊所以迄就是障碍。咱环境看讲，伊安较有钱，阁有地位，伊真顺。毋过伫修道的路程来看，伊就是无顺，伊无想要修，无想要修伫凡世间，永远拢要受苦。即摆有遮好，后世敢有？不一定了呢。后世人无共款啊，迄时过境迁，拢会变化。所以呢，咱若拄着逆，来修呢，更较好。这对环境的产生讨厌，这遮尔啊讨厌，我爱大啊，互咱信心，大家信心嘛阿袂，那就真好大。那么初心呢，入三昧啊，处事啊不同伦。就是讲咱初心要进入去正定，三昧就是正定。这个处跟事啊，就是讲慢跟快不相同啦。显对法门呢，很容易又很快。不得法显得呢，修持的法门，不得法的话，虽修四节啊，修几啊世人，功呢不及一路啊。迄功夫。无够人修一天，人修一天，看也咱修几来世人。那么我今白世尊，这个文殊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表白，说佛出娑婆界，佛他伫这个娑婆世界显现示现，此方真教体啊，娑婆世界真教体，真正呢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啊，清净在因闻。就是用音声来教化，欲取三摩提，咱呢来爱正定，三摩提就是实际的在修，能够进入正定，实以稳中路就来为咱的稳中入咱的佛性内底，离苦得解脱，我们可以离开呢这个苦海，可以得到解脱。我今取如来。文殊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说，如观世音呢所说，观世音菩萨呢所修持的这个法门，譬如人静居十方寂其骨，十次呢一时闻，此则圆真实啊。敢若咱人点住伫厝内底，这个十方拢咧讲古十方咧讲古这10个所在呢。同一个时间咱拢听着，安尼做圆呀，不管做一方向咱拢听会到，做圆真实。然后呢，目微观障外，就是目睭若有一个甲你掠咧，你迄个掠咧外口障碍之外就看不到口鼻亦复然，嘴巴跟鼻子也是啦。身呢以何方知？身躯就爱合咧，才会知影，有顺无顺。那么心念呢分无序，
哦，迄两头啊，哦，足济，哦，拢无法度精华。那么隔远听音响，哦，咱安尼架一个墙啊，哦，墙围啊，哦，架一个壁，然后来听这个音响，遐耳即可闻啊。不管是远，不管是近，啊，你拢听会到。哦，有根的手不齐，哦，另外有根，哦，无法度甲这个耳根哦相等齐，四则通，哦，会当通啊，迄壁甲你挡袂牢，会通，圆通，哦，通真实，音声的，哦，音声性动静啊，这个声音哦，伊的性啊，有动有静。哦，文中为有无啊，咱的文中哦，就是哦，伊动那个有，咱若静就无，无声号无文，咱若无声的时阵，讲哦就无听到。非时文无性啊，毋是咱的迄个文哦，迄个性无，迄个性同款。声无即无味啊，迄声音无味哦，咱无灭。声有亦非声，声音出来吼，咱的活性毋是生出来，哦，咱的活性无生灭，哦，生灭二远离啊，迄声音的生甲声音的灭，两个拢离开去啊，四则常遵时，哦，啊，咱的活性就是圆、通、常，啊，第三字哦，咱就来做啊个，时时刻刻哦，拢甲记的圆、通、常，啊，咱拢圆通、圆通，啊，拢常。常住哦，这个常真实啊，众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啊。讲咱伫个梦想啊，哦咱的梦境内底啊，哦咱的念头也都有。那么结观啊，出思维，咱的迄个结观啊，超出我们的思维，身心啊不能及。哦，咱的身躯甲心的拢无法度达到的。金子娑婆口，声论的得仙理。哦，那这个娑婆世界啊，哦，用这个声音啊，可以来宣扬，让众生都明了。众生迷本文，但众生呢迷昧了，哦，从这个文呢迷昧了。循声啊，故流转，我们都遵循的对着声音体啊，安尼才会流转。然后呢，旋如导轮机啊，把咱迄个倒转来，来洗倒转来，来还文的稳自性，卖去稳那个外面的生成，来稳咱的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实无数，可以呢，让我们呢，这个完成，这个修道，能够证悟成佛。因为后面也看到时间到了，再赶时间。以下。那我们这个现学的前面叫做抓
所以无量这个佛无量无边。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在庄严劫以前就有了，到现在贤劫一样有，到以后呢叫做星宿劫，日月星星宿劫。那我们星宿劫还是一样在，1万年前在，1万年后在，现在也在，所以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贯穿了所有大的劫法，我们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有造业，所以都完成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大的劫法里面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不要造业。不错，讲到这个社会不方便。不找物我们身体是天地的物，所有物众缘起会借我们用。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宝岛这个地太小了，人太多，所以我们心胸都很狭窄，遇到事情都喜欢斤斤计较，没有超越的地方、大的地方去着眼。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我们的心量，了解说现在这个身体最亲的身体都是假的，身外物更假，所以不要跟人家计较，人家要计较我们缺款送给人家，自己都不要，这样的话就很宽广。那我们知道，我们越舍得多就越得到多，舍得越舍就越得，你不舍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里面就已经在修道。那昨天或许在讲过这点我们这边也讲过好几次，有没有好几次？这点那因为或许都鼓励那个观世菩萨的修持法门，文殊菩萨也讲说他也有耳根圆通修成的。他这个耳根圆通因为或许昨天大部分都按照讲义讲，没有把讲义放下来这样用我们谈这的方式把它修持的方法讲出来。想说下个礼拜开始补充那个比较实际。我们现在在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听过这个年头，因为我们第一个耳朵接收的那个是听，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加入我们的这个心意，那个叫五闻。那我们生活都是用这个闻我们的根尘相对，然后就产生分别，然后分别了以后就产生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那有取舍以后接下来有行为，那行为接下来以后我们业力形成，不知不觉已经业招下来了，不管好不管坏，业都招下来，招下来要接受做得好有福报，做得不好有恶报，那一定要接受所以我们都在轮回之中脱离不了轮回。那耳根圆通它是告诉我们说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听，第二个闻，第三个就是闻切。那么闻切它是靠近我们佛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把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闻切。那么闻切我们要了解到就是我们的佛性声音有了叫动，声音没有叫静，动静。那这个动静是施以生成生成完成6层之力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尘的东西会污染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要把尘的东西都去掉。所以不管是动，不管是静，我们都要去掉，然后就进入佛性。那么进入佛性以后，只要我
听到了，那么最开始用功的开始，就是说，不要去分别你听到什么了，不要随着声音跑，你随着声音跑，那我们就等于是没完没了，声音这么多了，然后你听到一个声音被一个声音拉走，跟着我们心意就返回来，本来是稳性，可是回到稳就会分别，然后分别以后就有习惯条件，这样就走回头路，所以我们走路有心是动，现在外面有车子声音，这个叫动，然后车子都经过没有了，慢慢静下来就静。那我们的稳心不管是动，不管是静，全部都常住，都在。听到声音是听到，静悄悄也是听到，全部都是听到。然后我们借着生成，把活性的启发，借着这个声把我们活性因为活性我们以为都是只有在身体里面，那现在声音它十方的声音我们十方都可以听到，所以把这个活性让它扩充到十方，这么宽广，宽广我们就是了解说，把这一些动静的声音放下，然后就去守住我们常住的这个稳性，这个不生不灭的活性，你能够守住的。那你能够守住了以后，时时刻刻你这样做，对姐姐，会时时刻刻好像以前两部讲的，我已经上半身没了，下半身还在，就会全身都不见了，已经跟虚空合成一体。那么跟虚空合成一体我们那个如来就真的整个在空间，所以那个叫空性即是佛性，这个时候才可以走了。你还没有到达这个状态，没有说整个身都跟虚空合空性即是佛性还不能见，那个空是完空，我们佛性是佛性，还在身体里面，所以这个空要走，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长时间以后。很宽广，自然而然那个活性跟空间合在一起，然后身体都不感觉，好像没有身体的存在，那个是要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是一个现象。所以我也时时刻刻我如果写不过你不存在了，这个是做和跟言中我们记录那个活性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活性的记录，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身体是假的。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以我们重点体会就有，我们不能够拥有，只有持有情，没有所有情，不是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们好好利用，利用这个身体，借假来修正，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这个觉，这个觉就是稳性，然后我们把稳性整个都空空的，到整个虚空，那整个虚空都是我的身体。整个虚空都是往生，了解意思吗？要这样做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的真正的时时刻刻你都感觉我身体不见了，明明在可是已经怎么样？我们那个稳性活性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合起来了。要实际做。实际做了以后，从耳根稳性，然后到见性，见性以后，因为见性比较不容易修，为什么？因为形象很容易引诱我们，我们很容易被形象怪，叫怪引诱，被它引诱了以后我们精神都外放，所以那个回头是岸，回光返照非常重要。我们有耳根就不会有这个毛病。可是有眼根很快它来怪，这真水，这真慢，眼根很快就被它引掉。可是我们耳根做了熟了以后，你再回到眼根来，回到眼根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万象都是我们佛性生化，所以马无水马无败，水无败无，但是不分别，了了分明。不分别，了了分明的分别那个是佛性的功能。
变，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有办法出来得应，实际得见。好像天地的运转，白天夜夜，天地的运转春夏秋冬，它都没有停息。假如说天地有停息的话，这个转一转今天不转了，全部都是晚上，那我们糟糕了，万物都不发生。一定天地要来成立，一直运转，白天就白天，所以达到无情，运行如夜。这样无情就是最有情，因为他这样无情才能生发万物。他假如跟我们讲事情，我们商量一下，不要转了好不好？他跟我们讲情的话，万物都不发生，万物已经都障碍，没有办法生生不息。所以就是要了解，最无情就是最有情。你最有情是私情分内的，那就是害我们自己的。那我们不要害我们自己，不要走入大道，走入不生不灭的领域。那不生不灭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佛性它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应用在生活之中都是用生灭。生灭跟不生不灭它是同体。一体两面，那我们认识生灭对面，不生不灭不认识。假如说没有不生不灭，我们生灭没有用，生灭没有作用，生灭之所以有作用，就是不生不灭，在暗中支撑。那我们要回过来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它不生不灭，不落入对待。所以时时刻刻都在无形之中，所有对待都在一体里面。那我们能够了解说，都在一体里面，我们对待的心慢慢就会淡薄，甚至于消失，没有对待的心。假如说众生很可恶，但是他不了解真理，不了解真理的人已经很可怜。我们应该加以救法，要拉他一把。所以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对他生气。那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程度我们了解说10000年前我的佛性已经存在，10000年后我的佛性也存在，这个中间要不要认为，要不要接受，我们自己选择。所以一定要清醒，头脑要清醒。我们现在情绪上的生活，都使我们六道轮回。那在天道人道都不错，那假如跑到那个道去，那个时候你看看最轻的出生道，出生道听不懂真理，他听不懂真理他没办法生活，没办法修道，出生道没办法修道，没办法生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不要落到这个三恶道去，最好就是出生是最后生，没有来生的。那下一生都已经证悟我们不生不灭的白体，而且已经证悟出来了，我们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去度化众生。这样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可以自己意识达到。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关系落入情绪的生活，我们现在社会人士都这样，在情绪里面生活，那么就被业力推出，那么业力把你推到什么地方，你就在什么地方现象，你就遇到什么事情，逃不了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修道一定要特别的了解因果道理，因果是定理，一定的，如是因就如是果，因果不会变化的。那我们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侥幸的事情。像我今天刚好经过那个捷运新竹捷运火车站前面刚好刮刮乐，他说已经公布日期了，那个奖金有8亿，结果一大堆排得很长他是说今天白天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刮刮乐奖券行，就很长就排了很长。我今天白天他这里刮这里听这里刮这个抢大家乐，你看那个都是什么心？侥幸的心理，所以我们都在无钱经过体验所以不要有那一种这个侥幸的心理，
修道啊，以空跟无啊，为快乐，不相关的，以有为快乐，有就是烦恼，越拥有就越烦恼，我们都以空，进入空的时候没有烦恼，进入真心佛性没有烦恼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这个菩萨四摄法，他有一个布施，然后呢，他还以利心的跟同事，那人都会想，菩萨又没有赚钱，他怎么布施？有没有？都有一个疑问菩萨又没有赚钱，他怎么来布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菩萨他能够无所不施的，还没有到佛的程度，可是已经有一些了。那么他知道哪个地方我们地下有七宝，就在地下。那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我们都往那个金山去挖金矿，挖不到挖很多这个钱财挖不到金矿可是菩萨他知道哪边有，他不用皈依就可以得到，所以他要来布施给我们，很容易的。那我们也一样，我们修正了以后，也知道哪个地方有地下，那个基呢就在地下，头发，钻石嘛是地下，几克拉地下，你就不管的，菩萨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会害我们，有钱的或者都讲，上天给我们有钱的，有社会地位，就是要把我们犒赏。你有钱有社会地位，你想不想修道？不想的啦。你拥有员工100多人、1000多人、1万多人，你已经高高在上了，还要修道？不想修了啦。他又有钱社会地位又高，不是考倒了吗？下一次来修了，是不是这样？那下一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越受苦你也要感谢给人要感恩让我们这个对凡人产生厌恶苦海，我不愿意住，这样才会死心塌地努力修道，努力修道才会成完成事都要用那么多心才会成，那何况是生事，你没有用心哪能够成？所以一定要死心塌地老实的念佛，可以成佛了。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只要我们发心来修道，一定成佛的。那我们时时刻刻以佛助心。你做事的时候，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佛是这样就可以改变很多了。要跟人家计较了，你就想说，佛是这样吗？那个计较都改变了。不用的。不用计较，大法头就讲到这样，所以我边看讲义，不错了，我们已经有3年的3年了都已经3年的时间。这个3年如此，我已经可以了。那个这个小 baby 要培养家我们回过来上这个。所以讲，用闻性，听闻性，进入佛性，进入佛性以后，时时刻刻做功夫啦，或许也是做这个功夫可以时时刻刻都觉得外辛苦起觉性出来已经跟整个虚空合在一起，辛苦不起像讲即摆公车的声咱听到，咱即摆就是因为佛性不容易发现，你借着闻性把佛性启发，只要它不有声音没声音佛性都在，不过无感无感，
啊，咱照着声音吼，扭出来，甲和声扭出来，啊，扭出来以后吼，莫对声去，啊，莫分别声音，哦，这个吼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然就是了了分别，清楚知道了，它已经不在心中产生功夫了，就是功夫。较早就跟你讲啊，啊听到咧听咧，讲者纯纯，听者就渺渺啊。哎呀，讲到咧讲，听到咧听，啊有听都无力，啊无力袂晓做啊。哎啊你若有听有力袂晓做，你一段时间吼，你整个身啊，因为身体就是天地的物质，所以红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不是我啦，我就是那个如来。就是那个佛，啊，这个如来佛，它充塞整个宇宙空间啦。啊，咱即马就是已经借着这个运性甲佛性拢启发啦。啊，拢启发的时阵即马这个身躯已经跟天地的物质所有的形象一样了，所以没有感觉身的存在。努力啊，或许也是读蛮久的时间才进入这个状态。说耳根里面那种闻思修，那就是你听这个佛，然后你就像你刚讲，就是要进入我们一般常都没有听，只是听了然后一下子又那这一段是要怎么去？因为先要分别啦。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啊，从闻思修进入三摩地啊。闻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是从闻性。那个闻，第一个就是听，听是声音。那声音我们没有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叫听。那么第二个闻呢，就是加入我们的心意识啦，加入我们去辨别啊。讲这较大只，这头公车，即摆若是这较细只，这奥多曼，迄个做闻啦，已经加入心意识啊，做闻。即摆第三个层次做闻性，闻性就是讲已经超过这个程度，就是讲像有法度听到，这个听到迄个人，迄个就是咱的佛性，应行到佛性。即么听到佛性，甲咱的佛性扭出来以后咱袂使搁去追那个声音，袂使搁去分辨那个声音。所以这个声有亦非声啊，声无即无昧，就是讲声音无去咱的佛性嘛无昧，就静悄悄嘛是佛性听到啦，听到声音嘛是佛性听到。即么有声音的动跟没有声音的静，两个都不要管它，都远离了啦。即摆就是春来就修咱的佛性，就是把咱的佛性修掉的。这个修掉的爱真认真一段时间。你即摆拢用安尼功夫咧做即摆久来的时阵咱的佛性就已经拢甲这个宇宙虚空合作伙啊。合作伙时阵你感觉你身躯就敢若无存在安尼啦，了解意思吧？一样的，听有无？各位前人听有无？就是做了，这个要长时间的做，你才会觉得身体已经不存在了。杨美华伊就讲。我唔知介下面做干，伊讲我上半身已经不见了。对，21天可以到，可以身体不见，他做到上身不见，手卡骨也都有。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问他，可能他也忘了，他也没有继续做了。所以我们就是心容易被这个造化诱惑，造化容易给咱拐咱的那个心神外化。要实际做才有功夫出来。
这个佛性的东西吼，我拢讲吼，袂天人咯，一定爱家己去做，所以才叫做正，为正相应。哦，你有去做啊，才会甲佛性相应。啊，相应啊吼，就对了。那个应相应哦，就正。啊，你若正啊吼，正悟本性。哦，你对变相的这个万象跟万事啊，知道它都虚幻不实，就很肯定的。师姑原来是女人做的，肯定，很肯定。谢谢大家，第一呢，感谢各位同学我们呢共同学习。上个礼拜呢，不学讲跟圆通，因为大部分呢都在这个讲义上面阐释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修持法门，以及呢文殊菩萨呢那个健全25门的这个修持方法。它在实际的这个行使方面，我们比较这个少提及。那因为或许呢也都修持呢这个耳根圆通，所以呢就跟各位报告这个修持的方法。因为呢这个25门的修持方法，确实就是耳根圆通最符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那或许呢因为修持的法门是蛮多了，有一些也都有去涉猎，就是呢有去这个把它来体验。那体验呢那个成效都不是呢这个很快，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习性、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都不太能够融洽。那么在修持这个耳根圆通方面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了。只要呢我们很用心努力的一心一意去做，绝对会有功夫。我们呢上个礼拜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细数他这个在佛山海边听那个海浪的声音，声音这个来了，海浪一来的时候呢这个有声音也叫动，然后退潮的时候没有声音叫静。那因为呢从这个稳中来修持在我们来讲我们很适合，因为每天呢我们都这个用耳朵呢在听凡尘的这个所有声音那呢我们呢可以把我们那个稳性因为我们听声音大部分只有停止在稳只要说我们没有心意的话，那么只有听听这个就是无心的状态叫听，有心的状态呢叫闻。那我们呢现在要修持就是要进入闻性。那么闻性呢大部分我们呢都是忽略，为什么？因为这个能听的我们都没有启发。这个闻性它是常住，声音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一样听到就是呢声尘因为声音是6尘之一那个声尘呢有生灭，我们的佛性没有生灭，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没有生灭的闻性入手。那么从没有生灭的闻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把它用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或许呢那个时候呢是很喜欢下雨，因为我们的佛性假如说没有外面的声音这个启发的话不容易发现。
那因为下雨了，它一直下就有那个雨滴的声音，所以就很容易。那个是初步的时候，刚开始在修的时候，借着那个雨声呢，启发我们的这个佛性。好像呢，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外面那个机车呢经过的声音，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性听到，然后呢我们把佛性启发，有没有？有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然后呢，只要呢有声音的地方都有我们佛性，佛性一生发了以后，我把它引出来了以后，引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追声音，就不要去分辨声音，不要去分析，我们呢就已经把佛性启发了。那么声音没有的时候已经都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的稳性也在。声音有了稳性在，声音没有了稳性也在，所以我们那个叫常住。那个常住的佛性，我们借着稳性把它启发，这样各位懂吗？要实际做，因为一段时间你做了久了一段时间以后，香后姐就讲过这个整个我们整个这个心神，因为刚开始求道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先守玄关那个是一个初步入手，然后呢到已经没有妄想杂念的时候这个守玄的我们就要放下，就不用再一直守，一直守的话呢，我们把整个脑部的微血管都充血了，那危险，所以我们就放下了。放下以后，我们把整个佛性呢都引发呢到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整个宇宙虚空都有佛性在，所以最好的就是十方都有声音，十方都有声音我们佛性刚好十方全部都有，全部都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守住，守住这个稳性各位浅显，守住稳性，懂意思吗？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稳性，它是常住，我们就守住那个常住的稳性，常住的稳性我们守住以后，要一段时间，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呢整个我们整个那个心神整个我们佛性就跟虚空融为一体了。它跟虚空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只要身体不生病，会感觉到身体没有身体，身体不存在。我们耳根做熟了以后，我们才用眼睛，才用这个眼根，用眼根也是一样。你看到形象形象整个都是佛性，那么整个都是佛性的话，用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眼根来修持，跟耳根呢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贯通了。那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不要用两个会混乱，混乱的话，佛性它不容易出来，它有时候又会收回来到我们身上，就只有身上。那我们各位先生，我们修道不要用心意识，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因为用心意识它变化无常。这个心心佛呢，释迦牟尼佛讲过，心呢就是记忆，忌讳、忌讳。这个心装的吧。本来后学讲课很少写黑板，这个因缘促成促成我们不能讲话，就把黑板写下来，这样呢也容易了解他的意思
因为心就是契合很多的因缘。假如说没有六尘我们就没有心了。所以把身体还给四大，把心还给六尘，都没有了，身心都没有，身心都没有，我们的真性就整个呈现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有身，然后有心，有身心所以就成不了佛。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就把身体的四大还给天地，把心还给六尘，这样身心妄的身心生昧不实在的妄，这个全部都已经没有了。那没有的话呢，我们的真心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整个呈现出来。那么用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修就可以不生不灭的口味，那个就是佛。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心。刚才或者就讲我们呢，这个把这个稳性进入稳性，各位知道不能用稳也不能用听，用听用稳那个都是我们凡尘在用。你修道的话就要把那个听稳都去掉，然后进入稳性。稳性它是常住，而且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然后我们借着声音把我们佛性启发出来。我们听到外面机车跑跑跑跑，你看为什么知道？就是佛性在，有佛性。然后我们已经出来以后，它没有声音的佛性一样在，就已经把它启发出来了。它很宽广。然后我们就守住了真常，这个叫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我们那个稳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用这个心来修道。就用这个常住的真心佛性来修道，这样呢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诸天仙佛都是很积极在帮助度化众生。可是众生呢，都这个叫做什么？讲者纯纯，听者渺渺，都有听没有到。没有很注意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假如说我们已经从这个耳根已经可以把我们那个稳性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把它引发出来了我们就要守真常把生灭去掉，去生灭守真常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了那个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没有？有。我们都有抄下来嘛有没有抄？有对呀，这个这个行诸色身追逐的这个色身逐念流转不曾开悟性净妙常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开悟性净妙常我们的佛性我们那个时候稳性一出来以后，它是很清净的。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我们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为什么这个生死相续？因为皆有不知这个常住分析性见引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忽有人转我们日常生活这种这个心都是妄心，我们呢用这个生灭的妄心，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现在好久了，已经好久都没有洗过，这个刚好在外面有这个干扰所以就把它洗下来。那后面这一段说十方如来同一道，
处理生死，皆以慈心，心也乃实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啊，中间永无之为趋向。就是十方的如来，我们都是如来啊，都是同一道哦，一样的，我们都是同一道。十方如来同一个法身，同一道呢处理生死，然后呢皆以慈心，都用慈心啊。我们生活之中哦，那个第一面就是慈心，哦，都是用这个慈心。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刚才我们讲那个闻性哦，闻性呢一出来以后，那个长处的，那个就是慈心。哦，那个就是慈心。哦，我们那个闻性呢一出来，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那个就是慈心。哦，然后呢，心呐、跟缘彼此讲出来的话，哦，都是直的，没有哦，中间没有弯曲，也没有加进东西，哎，皆以慈心。哦，如是乃至啊，终始，从开始到结果，哦，中间永远都没有委曲向，没有弯弯曲曲的，哦，都是慈心，都是美，哦，那个当下，所以哦，假如说有听佛教讲说活在当下，哎，这个哦就是当下，哦，那个我们说闻性呢已经哦扩散出来了，那个就是当下，就是慈心，哎，所以用这个哦要成如来，要成佛，就是用这个。哦，那我们见性的话，用眼根啊，眼根来哦，我们耳朵是闻性，用眼睛是见性，一样哦，见到了你都能够了了分明，那个就是佛性。哦，啊，佛性的话，假如说我们都不落入分别，了了分明啊，不落入分别心，哦，然后不加入情绪，哦，不喜欢也不讨厌，那这样的嘛，就是叫做见性，已经见到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么奥妙哦。哦，您看到什么都是真如本性，可是我们哦一看了以后，哦就是整个都是哦落入形象。那形象哦，我就讲，所有形象哦都是因缘际会，很多因缘际会才呈现，它是无常的。哦，所以不存在，所以演技哦无限，因缘际会的东西啊，它没有本性，哎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深呐，哈，它清一些，可是哦，这个是真理，哦，是绝对的真理，哎，你只要呢能够哦。这个勉强自己能够走入这个状态，保证你成佛、成如来，绝对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去修那个哦，很容易见到功效的小圣，我们就直接走入大圣。哦，一发心啊，就直接走入哦，能够成如来、成佛，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都是。哎，可是只要我们肯去做，要实行，要努力的去实行，这个很重要。哎，我们假如说光听你都不做的话，那再经过几年还是这个样子。那你肯做的话，各位先生，你只要用闻性你已经很熟了，开始的时候就要利用我们的智慧。假如说没有下雨，那看看旁边周围有什么声，我们就利用。哎，或许那个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冷气，还有冷气声。哎，没有下雨就听冷气声，哎，都可以。哎，人家说声音很嘈杂，都吵得人没办法睡。哎，我们正好做功夫。哎，你可以把佛性都引发出来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了，你就守住真常。就守住我们那个佛性，等到你已经都能够守真常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眼根，然后见性，不一定就只有闻性，你用鼻子嗅性，
没用身体觉性，全部都可以用。你用的时候，因为整个宇宙虚空都跟我们活性已经合在一起，所以就没有感觉到身体存在了。除非我们生病的时候会把我们那个注意力拉回来，拉到身体来，所以感觉到身体存在。那你假如说身体都很健康的状态，四大调和，你又做这个功夫，你会时时感觉说，我身躯那无力。就是已经我们跟天地天人合一，整个我们心神已经跟天地都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天地的物质所以我们是借天地的物质，所以我们重也忌讳借我们用。这个时候它已经不会有那个习性的干扰。我们现在没有修的话我们以往的习性它会干扰。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嘴巴喜欢吃，身体喜欢摸，意念喜欢想，这一些它都干扰。它有它的谈话跟我说地盘，它有它的地盘。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能给这个身体它一个主权。你给身体主权佛性就修不出来。那佛性我们修不出来，怎么成佛？所以要把那个习性我们慢慢改掉。或者说不用太急了，因为假如说我们太急了那个我们习性会反扑。所以或者就讲先跟他妥协，先这个从1%开始就好了，99%听习性的话，1%听我们佛性的话，然后慢慢的增加2%、3%、10%、50%，到一半，一半听你的，一半听我的，这样的话你那个佛性就整个出来。能够出来的话，它慢慢就茁壮，所以我们那个梁妈妈的妹妹那个妈妈，李妈妈就昨天跟我姐讲，她说她这个一静下来的时候怎么特别敏感有一点点声响，她就会受到惊吓。我说恭喜你。已经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启发了，已经孕育了要开始要茁壮要长大。你经过3年这个哺乳，你就可以不会受到惊吓。现在受到惊吓是刚刚我们那个圣胎。那个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已经成型的，我说很好的现象，或者也经过那个阶段，很容易那里出来，那个是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出现，才有这个现象。不但不惊着，好像我们养育孩子一样，要呵护的。要保护着它，把它慢慢呵护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就是这个样子。等到我们这个佛性已经可以主宰我们整个这个视听眼动，全部都佛性在主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进入仙佛的行列了，整个都是佛性在主宰，没有业，不造业。所以那个时候事来则业，事去则见，都很自然而然，完全都不造业，好像现在天地运转，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都没有业，天地就这样运转。那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跟天地一样运转，就是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所以一定我们自己要用心，把完成事看待。完成事一口气不来都没有了，都假的了。你想拥有，越拥有越烦恼。都没有的话就很快乐。所以我们要培养，
培养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要培养，培养让他呢能够出生，能够茁壮长大，那方法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做，那从耳根来修呢，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适合，那因为上一个礼拜呢，我们没有时间聊到这方面，就只有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细数他的修持构成，那我们把他的那一些构成呢，我们都先有一个开业的印象，然后我们实际的做，所以他只要几个字或者就讲，光一个入流我们就够努力的2个字入流，然后往手就把能手全部都消失亡了，没有了，没有能手了，就光是这个4个字入流往手，我们就已经努力了很久才能够达到。那或者就在讲说，我们呢平常呢都在能手里面，用比喻的比较容易知道，说我能看，那就有手看，有能看的我相，手看的人相，然后呢看的人多叫做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它4相都出来，那4相呢就是众生了。那我们要到达没有4相，就是没有能手，没有能看的我，没有手看的那个对方，没有能手，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把它合成一体，懂意思吗？把它合成一体，就是我跟现象合成一体，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你我他，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已经没有你有他，就是一体了。一体就走入如来，走入如来的境界。所以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努力，没有办法天上掉下来。那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达到，因为你整个都佛性出来来听佛家讲活在当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你整个本性全部都跟虚空融合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3心，没有4相，3心4相都没有，就是当下都是佛，当下都是如来。这样听懂吗？因为为谁呢？这个假如说开始听的，一定会觉得说，那你讲得轻，但是你听久了你听出味道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究竟法，就是要我们成就的究竟法。听这个呢因为或谁都反复了，只是角度不同，一定反复在讲，都是讲这个最上圣的佛法，要我们成如来，要我们成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成如来，就是我们自己障碍。那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很深的那个我们的习性我们不知不觉的那个无明那个俱生无明、分别无明都很深。所以我们先把分别我相去掉，然后呢俱生我相的去掉，分别法相去掉，俱生法相的去掉，全部都没有法，没有我，已经就没有能手了，一体了，这样知道吗？有较深一时但是咱勉强家己听，较听较熟就无爱的你只要听到熟了，就是走入如来，就是走入佛的境界。所以一定我们就这样努力，可以做到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不要投入凡尘事凡尘事是很烦人家讲烦，咱就卖烦我们假如说越修越烦，那对吗？绝对不对，方法不对。越修越快乐，越修越心量宽广，越修越高兴，方法才正确。假如说我们越修越喜欢跟人家争执越喜欢跟人家计较，那这个什么道？那个是外道，道外，已经在道之外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在道中
就是要成就，就是要成如来，要成佛，它不是很困难的，是很容易的。请问刘讲是什么是法身？法身以法为身。刚才或姐在讲我们那个稳性全部都出来，对不对？那个就叫法身，这样懂吗？就是我们整个那个稳性，整个那个稳性已经跟虚空都融合了，那个就叫法身了。法身遍满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肉身要还给天地的，我们呢要走入法身。那现在法身没有把它修正出来，我们是受到业力的推促，业力把我们推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象。所以大部分的众生都被业力推到哪里？推到畜生道，当畜生去。畜生道不错呢，第一道恶鬼道那就比较惨。可是现在的众生你看做好的都很少，都是做坏的，起心动念都是坏念头。所以刚才那个广播什么，电恶恐吓起来，就是全部都是坏的，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看，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今天或许也没看电视，也没看报纸不知道说屏东发生大地震，真的嘞。然后听到消息，赶快去买入报纸来看，我在这里就时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屏东人他讲说不发生则已，一发生就是很严重，真的很严重。第二次的时候说安尼地震是有安尼不是安尼是安尼都厉害那一种地震最厉害。南投那个时候是两都有，也有横的，也有直的，你也看像安尼，他们叫树拢全顶落，那个严重的地震是2300个人就是活菩萨，用身体来讲道，说不要像我是相信大地，我是相信房子。结果被大地被房子压死了，告诉我们不能依赖，不能依赖房子，不能依赖大地，要依赖我们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六祖坛经就讲无上大涅槃，这个圆明常寂照，到最后就深藏其灭乐，到深藏其灭乐就不怕，他不管是结火烧海底风鼓山相急都不要紧。那个已经是世界末路了。劫煞的火已经把整个大地烧光，连海水都烧光了。结火烧海底，你看那个灾难多大。然后风那个风竟然那么大，可以把山吹动，吹到两座山相撞，风鼓山相急。所以或者那一天去买东西，早点买东西，看到美国说平常的风竟然把人吹得没办法走路，然后骑脚踏车竟然会飞，被风吹得会飞。我说这个镜头这个很难去拍到，那个拍的人不知道是在哪里，走在哪里，怎么没有被风吹走？一个平常的一个风而已，竟然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依赖，不要依赖大地，不要依赖房子，要依赖自己的真心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把它修正了以后，那个就叫法身。以法为身，就已经不怕了，所有现象都不怕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六祖被那个刺策从脖子已经砍3刀，砍过去了然后六祖又开始讲话，说我只有欠你的钱，没有欠你的命。那个刺策听到他讲话，嘣，晕倒了。很久才醒过来，说他是一个侠客以前做侠客，然后刀子明明经过他的脖子，经过3次，
已经砍过3次，他竟然还会讲话，所以他就晕倒。然后醒过来以后，那个六祖就叫他赶快跑，不然我那些弟子知道你要杀我，你一定没命的，你赶快跑。改天你义装改变你的形象，他再来，我收你当徒弟。你看他被砍3刀都没关系那为什么？他已经修到整个身体的4大甲跟天地的4大甲合在一起了。就好像我们水投到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投进去的水啊，已经融成一体了，对不对？然后火把它投入火，是不是已经合成一体？所以它都不会受到伤害。可是它完全都不标榜，说我可以这样，对不对？还是表现跟团体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他已经在猎人队15年，就是努力在修。那个15年就是努力的在修持。10年就是修那个慈地菩萨的那个法，慈地菩萨，那个《楞严经》里面有一个慈地菩萨修持那个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肯修，都会有效果。我们修的又是正道正法，那个就正入如来，正入佛。这个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虽然苦一点慢一点，成果慢一点没关系，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听了久了，我得再怎么讲也是这一些的。那个耳根圆通或者就平常都敢做。因为这个很适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很喜欢用耳根或者都讲，你若咧讲人好话但是也听袂到。若咧头的人大家拢耳根夹来咧听。所以耳根最利，我们那个耳根最利。然后我们借着很利的耳根我们把它用到佛性的进入稳性。稳性进入以后，就守住真常，那个常住的佛性你就把它守住。像这个，你看这一部机车很棒，这个叫做分析知道吗？这个叫分别心。对，这个叫分别心，很细腻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产生这来就喜欢，就会产生分别心了。这个就叫不知不觉。然后我们觉性就是觉，不觉就叫无明不能使这个觉性产生不觉。我们时时刻刻都觉的话，就是在那个稳性之中了。我们是做功夫的时候了，在稳性之中，然后不去分辨声音，也不去追。现在人在讲话，了了分明跟分别是不一样。了了分明人在讲话抢回，那个叫了了分明，也不要紧。你若讲这真爱听，那就不行了，那就进入情绪了。很细我们就是要做功夫不能差一点点，差一点点那个结果就差很多了。好像都也是当炮兵的，那个炮火稍微转一点点那个弹轴点是差得很远。那个我们在那个西游记在训练那个炮弹的时候打炮弹。那个炮火稍微歪一下，结果把人家那个超魂，那个整塔螺丝拢有割到已经把它堆积成一个形状了嘛，就打到那个超魂，整个都烧起来有的人超魂拢烧起来，然后去给人。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就是差了一点点，那个炮口差了一点点，差了，本来拢有一个范围内底炮弹落去，迄个所在拢禁止人家进去，结果那个操作手把它操作差一点，差到为了人的操作。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就不要偏，我们稍微偏一点点不行的，偏一点点就走入生灭心，那我们不偏的话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正确，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就一定可以成就，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看用什么心来修，结果就是怎么样。因果是一定的。像各位对耳根圆通，有没有疑问啊？我就提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大势至菩萨，修持法，比较亲切的很亲切的。众生就是咱若无佛，咱哪会领导？咱哪会讲话？哪会行路？这就是佛啊！众生是这身躯啊，这身躯是众缘积聚而生啊。安尼会了解未？真清楚嘛是刘讲师，请问你要我们做那个耳根圆通，就是要来专求自证圣智一个过程。对，因为我们在修道呢，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在修道。修道唔免讲搁找时间，唔免搁找地点，什么时阵拢咧修道。因为道就是咱的佛性嘛，咱的佛性什么时阵嘛伫咧，什么时阵拢会使甲修啦。唔免搁找，唔免找时间，唔免搁找地点，唔免。不管什么所在，拢是修道的地点。所以咱讲道场，有无？咱是讲来佛场才是道场，唔是这个道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道场，咱佛性的场所，拢我做道场。当然你若要甲讲佛堂，我做道场，我哪会使啦？也有做较狭隘的意思。咱的佛性的道场较宽广。咱像前我咧讲经济，咱较早的经济是经理完成，救济人民，做经济。咱即摆经济大家拢会靠底讲好钱。你经济好歹，即摆袂歹，即摆较无好，拢伫咧想讲迄钱。较早的经济毋是安尼，就是经理完成，救济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个才叫做经济，很宽广足宽的，所以咱就是爱了解有迄个真宽的意思，有迄个下的意思，咱像心经的，观自在菩萨，有的讲观世音菩萨，可以呀，可是安尼对咱帮助较少，你若回光返照不生不灭咱的佛性，迄个利益就较济较大。它的范围就很宽广，所以咱袂使固守安尼细者爱互较宽。伫咧日常生活咧修耳根圆通因为我们或者就特别强调，即摆有声了有声咱听到就是讲佛性在影，所以迄个所在有佛性，袂使用想象的袂使讲都拢无半，你甲想象，我好性伫遐，我好性伫遐，迄安尼做妄想。咱即摆有迄个声，甲咱引发，甲咱印出来，有车过了咱有听到就是讲咱的佛性就是伫迄个所在。即摆有听到以后，咱莫搁去理声，莫去分辨声的内容，咱就自安尼。守真常，迄个叫做真迄不假，拢佛性真，然后又常住有声，咱佛性伫咧；无声，咱佛性伫咧。
咱来守贞常，气生妹守贞常，就爱做一段时间，真久，对我拢讲做啊，一段时间久啊以后你用不但是耳根啦，用眼睛、眼根鼻根身根都可以，拢会当做就是讲咱的佛性出来整个宇宙虚空拢合做伙。即摆合做伙咱若咧做这个功夫一段时间以后咱若只要身躯莫破病拢身躯敢若无，已经就是讲有我咧讲迄恁即摆听到迄个声的所在，迄有咱的佛性。你看即摆车的声迄就是有咱的佛性，还有常住，这个常住做法身这种无形的叫做法身，以法为身，法身。这个法身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这里空法，规个拢是法身。你看咱楼顶安尼，伫顶头也好，伫个边也好，伫个边也好。你看咱的佛性有宽广，足宽广咱即摆来救出来以后，就守贞常，就爱做。所以讲咱若只要有闲的时间你就做这个功夫。做这个功夫以后你即摆按一个坐落，袂讲规个咱的迄个心神出伫个身躯内底。会变做你若即按一个坐落，规个天地都伫你心上，规个这个天地拢伫你心上，你会感觉这个身躯无这个大体的身躯，规个迄个体格拢真正咧看。所以你伫咧讲安尼带一个，迄就是咱的法身有有才粗出来，去行着。去落迄个人咧较大声的声去行着，较久的时间伊较大就个你若无做拢无啦，你若无做我经过几世人嘛无，无迄个法身啦。你若无法身，就是咱这个肉身啦。即摆肉身就是有业咧杀啦，业甲你杀去倒，你就去倒啊。咱若有迄个法身的时阵这个肉身没有关系咱就有迄个法身。有法身不生不灭不拢遐尼真实真实在的就是这样。这样子文性，你讲文性，文性，见性，无形无相是把它修什么修法？所以全凭心意用功夫。嘛是啊。即摆外口有安写过啦。迄就是讲咱的佛性，你没有佛性，你怎么知道呢？对啊。就是讲迄个所在有拢有咱的佛性，咱就自安尼家守贞常。这个叫做无守而守，守而无守，尼才叫做不生不灭啦。你若讲我即摆开始认真咧修迄叫做生灭啦。你若去拄着一个挫折，我修就灭安尼了解无？你看即摆一车伊个安尼吹一下油，个较迄落，咱拢会了解着。了分别，甲咱去甲伊分别心甲了分别是无共款。咱若分别心，就是有落入喜欢，落入讨厌。咱若无分别心无喜欢嘛，无讨厌啦。道理安尼就安尼迄叫做了分明。了分明是咱佛性的功能。咱若喜欢讨厌，这是咱的情绪，那个是生灭，那个是我们会造业，就是安尼来。有差有少无？差足少差你有欢喜无欢喜你家分别啦，讲这我欢喜听，这我无爱听。你讲有也好，无也好，拢无差的拢无起分别，这是咱佛性的功能。咱会了解袂？咱就爱伫迄个
拢伫个安尼活性的功能拢了解，拢了分明，了分明，咱无起心动念，安尼就是无作业，无业毋免受苦啊！咱若有起心动念，咱一定有行为，有无？你念头念的所以就开始个骹手咧做啊对无？有行为就已经业因就进来。业因落来拄到缘啊，因缘会合，果无走出来，安尼才是遮。咱若照咱的佛性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敢若天地的白天夜夜，你看天地你看遮尔很诚心啊，白天就白天，夜夜就夜夜，伊袂甲咱参详啊！你讲参详啊，我即摆坐甲真忝啊，我小休一工，对。咱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就是甲即个白天夜夜共款，拢无业。虽然拢有咧做，但是拢无业。咱若落咱家己的情绪有欢喜，有讨厌，就有取舍。你取舍的时阵不管取不管舍，都叫业，都是造业。安尼就知啦所以你讲守真常，其实就是守而不守，不守而守，对不对？可是你假如说没有做这个功夫啊，你也去有外口的形象外口的这一切，甲咱我做啥？甲咱救，甲咱拖咧洗啦，对啊咧。你若卖守真常，你会去外口的环境影响的。唔知这无名。都要度流啦。得爱觉啊，你也唔知这不觉，不觉这无名。不要度流啊，度流才知啊。你就已经唔知啊，为什么唔知？咱得爱知，得爱觉，觉就是讲咱佛性发挥出来有诶拢知影，迄个叫觉者啦，觉者就是佛嘛。你唔知，你有觉也无觉，你唔知有觉也无觉。比较无法。你看吧，我们那个习性遮重，唔承认，就是不承认啊。我哪玩呢？无，实在有啊无。就是说没有对待，只是我们的国性在。对。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就是大姐说，你喜欢你喜欢呢，那也行呢。那个已经透露我们情绪啊。对。那个生妹啊。对啊，那就是说，因为或许跟他的反应要怎么样？那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落入咱的取舍，落入咱的那个喜欢讨厌，那个都是生昧，那个都属于世心，不是佛心。世心，认识的心，那个叫生昧。那我们要去掉，去生昧，不要给他守真常。这个还是，这可能老师有你照看，有这个关系，有些时候给他的。哇，心里无唔怪，他这想叫你贴注意就是对不起，是我唔对的大家安尼讲着对唔对对，这挺好个，人伊嘛欢喜的袂生气，安怎嘛是讲有去发现啦那有去注意这款。
我较早拢嘛是无要互你，讲到这个代志，你就感觉。啊，你说，说一下哈，叶讲师，王生哈，王生是如果说到我们的程度，我们到王生的时候，我们是无知无觉而。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金刚经呢都全部讲完了。那北部前贤呢就很积极的把整套DVD、MP3、CD 都已经呢拿过来了。那所以我们可以拿回去整套看看要DVD 还是 CD 还是 MP3 都有请各位呢拿给亲朋好友拿回去听，拿回去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开始这个新的课程。我们本来呢是预计要讲那个维摩诘经。那因为我们讲《金刚经》22片的时候，发现说呢，那个意境太高，我们不容易体会。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熏习这个真理再久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讲维摩诘经。因为佛学讲这么多的经典就觉得说维摩诘的那个最不好讲，因为它几个字我们就很难